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全世界拢在关心的美国的总统大选，到目前为止，开票的作业也在进行。美国今年符合着投票资格选民超过2亿3900万人，其中有1亿6000万人去投票，这个投票率将近67%，是1900年以来上悬的投票率。民主党的拜登摕下超过7000万张的选票，已经来打破着奥巴马的纪录，创下着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候选人上悬的得票率。目前拜登以264张选举人票领先着川普的214张，这拜登只要过6张，就会当将做后一任的总统。After a long night of counting, it's clear that we're winning enough states to reach 270 electoral votes needed to win the presidency. I'm not here to declare that we've won, but I am here to report that when the count is finished, we believe we will be the winners.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有264张的选举人票，敢若差6张就会使入主白宫。不过伊无自满，嘛强调讲当选后，伊的身份就是美国总统，袂为任何一边。So let me be clear. We are campaigning as a Democrat, but I will govern as an American president. 目前宾州、北卡、乔治亚、内华达甲阿拉斯加票还未开完，因为选情目前还未明朗。美国媒体目前还未预测什么人会赢。不过川普目前手中敢若214张的选举人票。川普若想要赢，必须将这个州拢摕落来才有可能。在此同时，美国有真侪地区嘛，听讲有算票争议。川普一直要求威斯康辛重新算票。若是讲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现争议，那呢最后总统这个职位真有可能由法院甚至是国会来决定。是讲目前讲这要伤早，两党的阵营目前要伫等剩的关键的选票。